喂，赵记，什么事儿，大哥？500块啊！刚刚才付过啊。我大哥说了，从今天开始要加钱。开玩笑，大哥，现在生意很难做了，你又加钱，不是为难我吗？你别唧唧歪歪的，给不给啊？我不是不想给，我没有钱。你瞧不起我是吧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警察叔，别跑！喂，我们警察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他们收保护费，在这里捣乱嘛。要不要报警？不用了，打开门做生意，免得麻烦嘛。你就是老板杨国照先生是吗？是 ，Sir。对了，有宗强奸案，想请你给我们点资料。看看在不在这儿。乱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赵哥啊，看来你要找很久啊。不好意思啊，Sir。喂，赵记，怎么样，陈胖子？放假？喂，你不要吧，你有空帮我多开2班行不行啊？我自己当然没时间了。喂，如果你不帮我多开2班呢，我的计程车一定变成克林顿的家了。白宫啊！这样好了，你帮我多开2班，喝茶、吃饭、啤酒我请。就这么决定了。谢谢你啊。好了，拜拜。你真是有一手啊！自己修车又自己租车，连办公室也自己管啊！没办法啊，做这些事情的女孩子辞职了。找到了，7月25号。原来是阿成替罗伟发的班。阿成？阿成？有没有详细资料啊？对啊，这里什么都没写啊。我只知道他叫翁文成，其他事情我不清楚啊。你把车交给他开，什么都不问。阿 Sir，我们赵记做事情呢靠个信字，帮我开车的人全都是我好朋友，特别是临时找人帮我开夜班的那些，他们资料是没那么清楚的。如果被我知道哪个家伙开我的车做这种事情，我第一个抓他上去见你们。这样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么介绍他开车的是谁啊？是跟我租计程车开的那个庆叔。庆叔是吧？是的，你是谁呀？西九龙专案组，耽误你一下。对了，阿 Sir， 什么事啊？你认不认识一个计程车司机叫翁文成？阿 Sir 啊，我跟这个姓翁的不是很熟啊。他这个人很静，老是躲在角落里边写信，他也不爱跟别人聊天。有一次呢，他走过来叫我借支笔给他写信，所以大家就聊了几句。之后他知道我开计程车，就问我哪有计程车替班可以开啊。结果刚好赵记急着找人，我就介绍给赵记了。就是这2个月的事情了。强奸案也是这2个月的事情。庆叔，你知不知道翁文成住哪里？有没有他电话？没有啊，通常都是他来找我，我没有找过他。对了，阿 Sir，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面具色狼啊？我们还在调查。庆叔，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，或者想起了些什么，随时打给我，我姓程。你知不知道他通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？这点我就不大清楚了。我只知道他常常在这里写信，还到附近邮筒去寄啊。谢谢你。生哥，过了今晚之后就失去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被困了。小生，恭喜你，谢谢你，干杯！哇，了不起！哇，人家整瓶都喝光了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才喝那么一点？当然不行了，应该喝光吧？你再说你啊？就是啊，什么我呀？大家一起嘛，我们兄弟嘛，几个兄弟。小生，你这意思好像你酒量很好啊，是不是很好？比你们好一点。麻烦你，今晚啤酒无限，快拿来！借根啤酒馆过来，不用走那么远了。哇塞，导航差一点都要改名字。别玩了！走了，明天一大早啊！加吧，明天一大早。什么回家？你以为我可以停吗？你可以停下来，不行的，我要继续走。哭什么啊？跑！你混球还跑，还哭什么？闭嘴啊！混球！闭嘴啊！干嘛要打这孩子？我管儿子，管你屁事！他只是孩子，不用这样打吧？他是我儿子，我怎么打都行。喂，
警察，你再打你儿子，我就告你虐待儿童。Sir， 我管儿子犯法。你管儿子好好教，用嘴巴教吗？非要这样打他？你看这孩子多天真活泼，非要打他哭成这样子。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幸运有儿子吗？快回来呀，混球！哼！行，你不要再打他。啊，是的。哎，算了，我也不用，我自己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那怎么办？行了，我看着他。你看着他啊。别再喝了，喝了10几罐了。干什么？我问你干什么？我开心吗？开心才喝酒啊！你不陪我喝，真是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明天结婚了，我明天做新郎官了。我想了很久，而且才肯嫁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真的一天没见都不行啊？哎，真的是小生啊！是小生啊！哎，继续玩。怎么样啊？我先来。喂，能够娶到娥姐，是我的福分，真是我的福分。我实在很开心，开心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你知道吗？你用不用说的这么肉麻？可是上天却耍我，明知道我陈小生这辈子是最喜欢小孩子的，却偏偏不让我有孩子。唉，天意呀，这真是天意呀！没话说，跟娥姐没关系，娥姐也很喜欢小孩，她也很希望有孩子。唉，我本来明天结婚应该很开心的。可是心里老是憋着，很不舒服。娥姐，我是一定要去，绝不会放弃。我要照顾娥姐，我要照顾她一生一世，这是我的责任啊。可是我陈小生没儿子，却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。嚟啦！咁做邊個啊？嚟！早晨。媽子。哇！一個都未起身啊！喂，起身啊！起身啊！梳頭化妝嗰啲嚟㗎啦。或者咧？喺呢度。啊，唔係。廁所啩？何姐仲醒目過嚟。或者？我啊夠鐘啦。我，喂，阿娥唔喺入邊啊？冇理由㗎，去咗邊啊？就夠鐘接新娘㗎啦。開門利是有，戒指有，鮮花有，金花有，領呔有，瞓醒未？有。我仲問屋企人借多咗個手提電話添。好啦，唔好玩啦。而家係朝頭早嘅8點05分，時間啱啦嘛？出發！喂，大佬，點得啊？都得。大事啦！大驚啊！喂，真係冇事，執翻毛巾嚟嚇。今日紅運當頭，冇事。冇錯。喂，二妹姐啊，嚟啦！嚟緊啦！咩話？阿娥唔見咗啊！咁快啊！小心個 B 啊嘛！嚇？乜地防止成婚㗎？買一送一唔好咩？家興啊，老婆！咦，好衰啊！你仲講？唔該晒。點啊？冇消息啊！我呢度都揾唔到啊！哎呀，究竟點啫？激死人啦！有冇見我？我記得我有個舊同學㗎。慢慢諗，唔好急。慢慢。趙咩？趙正容打咗冇？有冇第個？冇啦，我淨係識呢個咋。冇急。冇啊！會唔會真係咁大頭蝦？今日註冊都唔記得咗啊！大差館睇下有冇翻去。翻差館。幫大緊。有冇啊？冇啊！死啦！咁點咧？會唔會有咩意外咧嚇？大家利是。冇事啦，唔見啦，揾唔到，唔見。嚇，不過你放心，我叫晒其他兄弟幫手揾㗎啦。
旁邊伙計都關照埋㗎啦。總之一有娥姐消息，即刻 call 我哋㗎。係啦，陳生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唔可以再等㗎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個新娘嚟緊㗎，等多陣，等多陣啊。對唔住啊，因為下一對新人已經等咗好耐㗎。等多陣啦。喂，阿娥姐離晒大譜㗎。唉，真係。喂 ，Hello， 嘉樂啊，媽咪啊，係啊，媽咪好掛住你啊，我都好掛住你啊。你喺度做緊乜嘢啊？做緊功課咯。係喎，媽咪，你今日同小生叔叔結婚喎，點解咁得閒打電話俾我嘅？媽咪暫時唔同小生結婚啊！點解會咁㗎？係咪小生叔叔激親你啊？媽咪，你話俾我聽啊！唔關小生事㗎。咁點解啊？媽咪遲啲再同你講啊！冇事，媽咪冇事。過嚟做咩啊？喺嗰個為情所困啦。佢咪抵到陀槍師嘅娥姐？經理啊，退翻一半訂錢都得啩？真係對唔住啊！嗱，你哋為我哋酒樓諗諗啊！如果個個客都係咁我哋唔使做生意㗎啦。咩唔做生意啫？而家我哋唔擺酒嘛，俾翻個場你啊！你一樣可以做晚飯、做宵夜直落㗎嘛。你有生意額㗎，你唔會有損失㗎。真係唔好意思啊！公司規矩真係乜嘢公司規矩啫？你知咩？媽事啊，算啦，冇落去。咩算啫？而家你叫我點收科啊？你話啦，有邊個肯做人情啊？今次唔是死仲有啊！我要翻屋企啊，逐個親戚朋友咁打電話叫佢哋今晚唔使嚟啊！我點開口同人講啫？唔緊要啦，啲電話我同三賢打啦。一日到晚最衰就係你講我。小生，阿娥冇嘢㗎。冇嘢俾個電話我啦，咁玩咩先得㗎？我玩唔起㗎，真係。揾到啦！揾到啦！喺邊啊？有兩個 PC 行邊見到娥姐。我咧？你話我喺度嘅？唔好理啊！大家分頭揾，去散咗 ，Let's go！開車，唔該快啲。開車啊！喂。聽到，上車追啦！小姐，你仲未講想去邊嘛？是但啦。喺前面啫喎，快追佢啦！追佢啦！開快啲，唔該你。快啲係嘛？坐穩啦！撇甩我！喂，小姐，冇嘢係嘛？你唔好理啦，唔該你開快啲好冇啊？啊，你俾錢你話事啦冇啊！究竟發生咩事啫？我喂，停車，停埋一邊，准停啊！停車！小姐啊，嗰個差人嚟喎，咁點啊？停車！停車啊！我係差人，唔使停車。差人啊，停埋一邊啊！唔准停啊！喂，Madam，你咁即係搞到我啫喎！我唔理你啊，而家我係客啊。總之你停車我就唔俾錢。差人停車，停埋一邊，停埋一邊。阿 Sir，唔係我唔想停車啊，係 Madam 唔俾我停車咋，唔好意思啊。我啊，究竟發生咩事啫？究竟我做錯啲乜嘢？你話俾我聽先得㗎，等我有個知字啊我。冇用㗎，你咁中意 BB， 夾硬自己生翻個，我滿足唔到你啊！我咪講過咯，
可以冇 BB 都得㗎。你唔使再瞞我啦。琴晚你無意中開咗個電話，我聽到晒你同阿峰講嘅嘢啊！小心你自己問心啊！我生唔到 BB， 你咪覺得好失望啊？係，我以前係有咁諗過，不過而家已經冇咁諗啦。唔好再呃自己啊！我唔想你以後後悔，我唔可以再衰啊！你知唔知啫？Madam，你仲想去邊啊？我唔知啊。算我多口啊！其實頭先嗰個 Sir 咧，我直覺上佢應該係一個好人嚟嘅。我知。嚇！600幾蚊？呢度邊度嚟㗎？啊！我喺度落車得啦嚇。我真係乜都冇啊！由得佢啦。由得佢？600幾蚊喎！你係 Madam，我信得過你嘅。唔得，Madam唔使俾錢啦。咁啊，下次有機會俾咯。你仲想去邊啊？我送你翻屋企啊！我唔想翻去啊！如果我想入元朗揾個親戚咧，會唔會遠咗啲啊？唔係好遠啫，而家3號幹線好快咋。既然你有要求，一於送佛送到西。唔該晒你啊！有幾好啊 ？OK， 唔該晒。點啊，峰？冇啊，還頭班手租，我揾唔到娥姐，冇嘢嘅。我諗佢揾到地方冷靜下啫。不過咧，娥姐如果真係有心俾嘅話，我哋真係點揾都揾佢唔到㗎。你得啊？其實咧，娥姐都一時諗唔通嘅啫，俾啲時間佢啊。係啊，嗱，娥咧就好人嚟嘅，佢咁樣走咗去，可能就為你好嘅啫。你啲係天意嚟嘅喎，今朝一早打爛嗰個上頭鏡，我就已經知就忌㗎啦。仲有啊，你記唔記得咧？上次求嗰啲姻緣籤啊，都話你哋啲姻緣有阻滯㗎啦，你幾靈啊？唔會嘛，求籤啲嘢唔可以信足㗎。咩唔信啊？而家冚唪唥都好靈強啊嘛，係嘛？嗱，你同阿娥咧，可能就係有緣無份啦。阿娥橫掂都冇得生㗎啦，你而家就話唔介意啫，遲啲你老來無依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好後悔。講夠啦，媽子唔好講啦。我唔係喎，家姐，我覺得媽子今次講得幾啱㗎。聽到未啊？你仲講？嗱，你唔使內疚㗎。而家唔係話你唔娶阿娥啊嘛，係啊，我唔同你。喂，你哋講夠未啊？放過我好冇啊？好煩啊！唉。喂，小生啊！